練咗成個鐘頭都冇進步，唔係因為練得唔夠啊，係因為大部分人都唔知道真正令你進步嘅係彈完之後嗰1分鐘。方法好簡單，你一練完即刻問自己5條問題。首先，今次彈成點呢？唔好答幾好啦、麻麻啦，呢啲係感覺嚟嘅，冇用啊，要具體啲。有咩好？邊度好？有邊度唔好？例如係第2行第3個小節音呢係冇問題嘅，但係拍子錯咗。第二，問題具體喺邊度呢？唔好停低喺呢句唔得啊，要捉到精準嘅問題。例如係左手追唔上個右手，跟住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呢？呢條係最關鍵嘅，大部分人都會跳過咗嘅。你要揾到個根源，通常有2個方向嘅。係咪太快啊？定係兼顧太多嘢啊？又要右手，又要拍子，又要音準，跟住左手呢，就由得佢自生自滅啦。例如係咁，左手未熟，所以呢未反應得切，亦都冇集中精神喺左手嗰度喎，個心諗咗其他嘢。再嚟，知道咗根源之後呢，咁我下次點樣練呢？唔好答練多幾次啦，呢個就等於冇答噶啦。要針對第3條嘅問題，揾到個根源呢，用一個專屬嘅練法，例如係我要集中左手，心裏面呢一路諗左手，預先預備好，隻眼呢望住佢嘅。最後呢個方法 work 唔 work 呢？練完即刻測試下，啱啱嗰句係咪順咗呢？ work 嘅話呢，慢慢加速練熟佢；唔 work 嘅話呢，去翻第3條問題，可能係問題嘅根源捉錯咗，重新問過。你發現未啊？呢5條問題呢，冇一條係問阿 Sir 我點算啊？老師唔喺你身邊嗰陣呢，呢5條問題就係你老師。識得問，你練10分鐘，快過其他人練1個鐘。